27日起，一连4天的台南车展，由啦啦队活力表演为活动各具序幕。开展的第一天，就来了大批民众入场参观，展场闹热滚滚。今年的展区规模盛大，包含新车甲能源车区、重机甲两轮车区、汽车零配件区、汽车周边配件区等，应有尽有。出席开幕典礼，市长委特指出，非常感谢工商时报支持，透过公司协力的合作结合。互每一届活动拢办理了相当的成功，不仅深受全国民众喜爱，更互大家大开眼界，满载而归。尤其台南的汽车零组件零件是非常发达的，而且事实上品质非常好，已经进入了国际市场，打国际杯、打世界杯了。因此呢，欢迎大家来看看这里新的整车、新车以及零组件，通通会得到满意的这个回应，以及非常找到新的一个想法，在这里一定要来大台南汽车展。工商时报办理的台南车展，今年迈入第3届。工商时报总经理王如哲表示，未来会持续办理落去，让台南市民拢感觉到公赢。第1年就创造出很好的成绩，那我们有了第2年的信心。在台南市政府在经发局的支持之下，我们去年举办的第2届，规模更是盛大。今年我看到了未来的希望，我们以后将要再举办到第10届，甚至第20届，让我们全体的台南市民都与有荣焉。这届车展超过110间厂商参展，总计展出550个单位，包含汽车、机车、配件甲周边，种类丰富。还有超跑车队、甲重机车队快闪活动，欢迎全国民众做伙来共享盛举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